对呀，妈妈看到我真的渴望能够来了解、来认识耶稣，他到底是谁。妈妈说：“我带你去到一个传道人，他曾经为一本圣经关过监牢。”我的妈妈说：“他不识字儿，说你是传道人，你有圣经，你能不能把你的圣经拿出来，让我来看看什么叫圣经？”当我一说我妈妈说她有圣经的时候，这个传道人因为关过监牢，他是第一个否认他，我没有圣经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圣经，圣经是一本天书，你可以问耶稣要，我可没有圣经。我说那怎样？那他说问耶稣。我就按照他的想法，我每一天晚上跪下来要圣经。可是过一段时间呢，我说你是骗我的吧？这个人看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，他看见我真的渴望能够见到圣经。他说：“年轻人呐，你晚上可以不吃饭的，跪下来，你哭着问耶稣要，耶稣会给你的。”妈妈说：“你试试吧。”我的第一本圣经祷告了超过3个月的时候，真的神感动一个人，把他放在那个瓦器那个罐子里的圣经啊拿出来，超过100里地之外，他送给我。感谢神开了我的心窍。我读圣经的时候，突然间读到《使徒行传》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带着能力为耶稣做见证。我找我的妈妈，这个圣灵是谁？妈妈说不知道，问耶稣吧。所以我的人生中只有耶稣，是我的老师，是我的牧师，也是引导我的。我的跪在主耶稣，我真的需要圣灵，我真的渴望认识圣灵，我渴望为你做见证。突然之间，我与神相遇了，禁止不住的就会唱圣经了。这是我经历圣经、经历圣灵一开始。哈利路亚。